进来吗？进，当然进了。我可是代表美克拉美来跟你谈战略合作的。糟糕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这样的情节一般只能出现在电视剧里吧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我是空气，我是空气，我是空气。哟，在公司都不避讳了，都同进同出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跟你说话，我当你是空气。他怎么知道？我到了，我到了。设计稿是你搞的鬼吧？你调查我，你为了他，你居然调查我，迟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吗？迟墨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这款瑶光之星是我们公司最新设计的一款钻戒。瑶光是北斗七星的第7颗星，是北斗星的斗柄，由它来指引方向。那么以这颗星来命名呢，就是希望钻戒可以像星星一样，指引那些在爱情中的路痴，早日找到他的真命天子。那颗叫什么？玉衡。那颗呢？瑶光之星。瑶光之星，好美的名字啊！我觉得你懂得很多嘛。你喜欢天文啊？喂，郝宗明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有约法30条。所以，我们把这款钻戒命名为瑶光之星。我认为这颗钻戒的设计和寓意都很不错，大家认为呢？我觉得的确很有嫌疑。等等，郑小姐是股东大会决定的新任珠宝项目负责人，并且郑小姐有7%的股权正在过户，所以很快郑小姐就会成为池氏集团的股东之一。啊，欢迎欢迎！谢谢大家的信任。这位女士的设计勉强过关，据我所知，好聪明是吧？有抄袭前科。我们公司之前的陨石系列因撞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而这场事件的主角正是大家面前的这位郝小姐。撞车事件之前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。那是池总大度，下面的人也没法说什么吧？要开始反派女2号的戏码了。我郑宝珠做事一向公平，如果你的设计能够符合池氏集团要求的饰品，我自当赔罪谢礼；如果设计不出，那抄袭事件也并非空穴来风。你说是吗？真狗血！万年老桥墩，你不能换一个？这招数，还挺管用的。好，我接受郑小姐的挑战。如果我可以设计出符合郑小姐要求的珠宝，还请郑小姐信守承诺，达成2家的战略合作。好，那我就等。郑氏集团怎么能拥有7%的股份？这事儿你事先不知道？我也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奇怪，应该是恶意收购。宋总珠，这是最新的专项册和海报，请过目。怎么还是宋小小？我不是告诉过你换人了吗？池总，这不是您亲自决定要把他换回来的吗？出去！我让你们出去！
好的，老板。池大爷，你最好乖乖的让我的海报上市，否则我有更劲爆的代言方式哟。想不想挑战一下？取决权在于你，好好想想。我说以后啊，我们的什么设计稿呀、电脑呀，可都得小心点，万一……就是啊，可危险呢。各位，有哪位要与我郝聪明比试的，尽管放马过来。背后落人长短，岂非大侠做派？你在干嘛呢？站那么高干嘛？我是看这个灯好像有什么问题。你看啊，这上面好多小虫子，是不是应该打扫一下？哎，阿姨。珠宝研发部刚刚成立，我看了之前的方案，这个钻石匣周边开发的很不错，我会以它作为我第一个项目。郑小姐，这个钻石匣的 IP 呢，大家也都很想做，可是自从3年前断更以后就没有消息了。这个作者更加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。我们也一直很想联系他，但是……好了。这世界上只有不努力的人，没有成不了的事。我要3天之内拿到授权。我看这件事情就交给郝聪明小姐办吧。我这人做事一向公平，交给郝小姐，自然她最合适。诸位还不知道吧？郝聪明可是位网络作家，还出版过一本我叫郝聪明的畅销书呢。这可是你的优势，好好把握。但是我是真的不……来，我们给郝聪明鼓掌。韩毅，我给你30分钟，把所有郝聪明的资料发给我。啊，郑小姐，这个时间有点……我会定制一个新的套餐，新套餐的定金我今天给你打过去。啊，这个容我再考虑一下。哎，你好，这个好像不太行，你有消息了是吗？等等，我记一下。哦 ，OK， 我再查一下。刚摆平一个大魔王，又来了一个女魔头。你没看到，他今天在办公室简直是要吃了我一样。难道是因为迟墨？我跟迟墨假同居的事情被发现了？韩毅，该不会是你吧？说什么呢？怎么可能？我早就跟他闹掰了。上一个套餐他居然给我差评，你知道吗？后跟他老死不相往来，况且那条消息应该值不少钱，我怎么可能把商机这么轻易的泄露给他？那怎么办呢？听这话，小主你是遇上什么事儿了？他让我拿到钻石匣的周边开发授权，要不要我帮你打听打听道上的消息？最近穷，没钱。哎呀，跟我还提什么钱啊？这样，你先欠着。不过听起来这事儿也没那么简单。对啊，我自己就是钻石匣的脑残粉，当年的盛况跟《盗墓笔记》有的一拼，只不过3年前断更了。据我
的分析呢，这个作者是一个单纯善良，甚至有点小羞涩的男生。他对天文学有很高的造诣，富有浪漫情怀，而且他有一个很心爱的女生。不过作家圈里面有人说他写文猝死的，但是我更愿意相信，他是跟他心爱的女生一起去过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了。老板，郑小姐要郝聪明拿什么钻石匣的授权书？钻石匣？您知道，但是难度有点大。这个作者已经退出网文界很多年了，这小妮子可真够折腾的。我知道了。喂，那就拜托你了。不是，我给你找到线人了，你哪儿呢？怎么还不来？这么大热的天儿，我一个人巴巴的站在这太阳底下，别说热成狗，我都快给热成12生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情况有变。昨天我收到一个匿名短信，说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寻人启事，特地告诉我钻石匣的情况。哎，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的粉丝哎，看不得我有难。我说好聪明，你虽然叫聪明，但是你得知道那就是一种美好的愿望，咱能不能别老干傻事被人骗？怎么就是被人骗呢？他又没有要我什么劳务费。请问是郝聪明小姐吗？你等一下，我是。有你的快递儿，请您签收一下。哦，好。我先挂了。钻石匣授权书。你不是说钻石匣方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？按道理讲是这样啊。据我的线人说，这作者3年前就去世了。那为什么还可以拿到授权书呢？会不会是遗嘱继承人啊？滚！哎，明天早上8点的会议啊，记得把设计稿给我，我拿着去复印一下，做成文件夹。设计稿？什么设计稿啊？你没有收到邮件吗？没有啊。我看看啊。哎，真的有。这电脑不是我之前用的那一台。你可别胡说，它可一直在那儿呢。哟，你们就这点伎俩啊？换电脑、藏消息，你们当我小？杜拉拉升职记看过没有？75集的《甄嬛传》都白看了，韩剧女2号都这么跳戏呀？哼，一个个的，一点斗争经验都没有。哎，让我斗也不是，不斗心烦。好，开会不是明天吗？明天8点之前我会完成的，放心吧。死机了。怎么了？那个，我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死机了，我设计稿还没完成呢，帮我看一下吧。哎，赵姐，郑小姐，等会儿，郑小姐，迟墨呢？迟墨在里边呢，你有事吗？我帮你通报一声。
谢谢啊。郑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贱人，你敢勾引迟墨！我没有。贱人，郑宝珠，你发什么疯？你跟他住在一起，是又怎么样？你跟这个女人什么关系？你误会了，我们两个人真的是……我跟他什么关系？你管得着吗？你3番2次拒绝我，就为了这个女人？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显而易见，郝聪明是我迟墨的女朋友。啊，我是迟墨的女朋友，是你忘了吃药还是吃错了药？别多嘴，配合我演戏。迟墨，你以为找了这么个女人来做挡箭牌，我就会相信吗？需要我为你证明一下吗？迟墨，你欺人太甚！你占我便宜！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迟墨被那个女人迷住了。好了，宝珠，你先别哭了。墨儿，她真的那么离谱？何止啊！迟墨还把那个女人接到别墅同居了。我怕再这样下去，不仅仅是迟墨，整个迟氏集团都会葬送在那个女人手上。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阿姨，阿姨，你没事吧？别吓我。我没事，我是被那个混账东西给气的。你去把墨儿找回来。这件事，我要当面问问他。我这就去。阿姨，现在也只有你可以把迟墨拉回正途了。就按照你的思路，做一个本季度的企划案给我。老板，刚才家里来电话说老夫人的心脏有点不舒服。什么时候事？今天上午郑小姐去我家里以后，老夫人的身子就不爽快了。郑宝珠，又是他。今天先这样，3回。我听宝珠说，你最近把一个女孩弄到家里去住了。他怎么说？他没说什么，只是说，自从你跟他分手之后，就一直没再搭理过感情上的事儿。既然你已经做了选择，我总该听听你是怎么想的吧。那个女孩家里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很一般的家庭。一般人家的女孩能被你看上，那她样貌、学识方面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。没什么过人之处，就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女孩，扔到人堆里都找不到那种。那你选择她，而不选择宝珠，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叫郝聪明的女孩。好，那我就带她来见你。再喝点吧。
池大爷有何贵干呢？我警告你，不许再对我动手动脚。看一下，想吃点什么？这么贵！事先说好，这顿饭是不是你请？放心，这家餐厅属于池氏的，这顿饭我请你，算是谢谢你昨天晚上配合我在郑宝珠面前演的那出戏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这么多好吃的，点什么好呢？给我来一份龙虾餐，谢谢。对不起，龙虾需要现做，请您稍等一会儿。哦，那我换一个吧，待会儿吃完饭还要上班呢。一客龙虾餐。公司那边我已经给你打过招呼了，下午跟我出去办点事情。那我先不点了，谢谢。我说呢，原来这是一场鸿门宴，请我吃饭是有目的的。你晚上跟我回家。什么？回家？你有什么阴谋？作为我的女朋友跟我回家，我妈要见你。哈？欢迎光临。干嘛呢？口水都流下来了。补品。你真的打算空着手见我妈？你是让我现在这个样子去见你妈吗？你看我昨天澡也没洗，头发乱七八糟的，还有我好久没有拔黑头了，你看我鼻子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能这样见你妈妈呢？人靠衣装，啊，该让我打扮一下。让你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衣服什么的还是别浪费了。怎么就浪费衣服啦？好歹我也算五官端正，皮肤白皙，没有胖成猪，也没有瘦成柴。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。我好好打扮一下，也是为了给你留面子。你不觉得有一个大方得体的女朋友还是挺好的？我告诉你，淑女走路是不会撞到别人的后背的。你学过礼仪吗？10厘米的高跟鞋穿得了吗？如果把巴黎时装周的名品设计全部堆在你身上，你觉得你 hold 得住吗？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，不如你这样返璞归真的好。我已经跟我妈说过你的底细了，一会儿记得多吃东西，少说话。多吃东西。记得你的角色定位，一个靠怀孕上位、穷酸又无赖的拜金女。这个郝聪明是湖南的，一家都是小市民。你看他平时的样子，粗鲁又没有修养，跟迟墨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人。还有他的生活作风也有问题，3更半夜出入酒店，也不知道跟什么人混在一起。不说话，回去了。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啊！别理我。又怎么了？是，我是穷酸无赖的小女人，可就连穷酸无赖的小女人都知道，初次登门不能太失礼。我现在要去买条裙子。我陪你去。你别跟着我啊！我可不是为了你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穷人的尊严是吗？对，这就是我们穷人的骨气。你是不会懂的，迟大爷。欢迎光临 Forever New， 请问您需要什么？我想挑一条好看的裙子。
小姐，您眼光真好。那我就要这个啦。好的。就这条吧。好的，请稍等一下。死抠门迟墨，有钱了不起啊！鲁迅先生说的真是没错，只是越有钱越是一毛不肯放松。无良资本家，死抠门迟墨。小姐，一共是4380块。什么？4000多？嗯。不是380吗？本店是高级女装专卖店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要，我刷卡。谢谢惠顾。我一个月的工资。那个，如果尺码不合适的话，我过2天可不可以来退啊？哦，是可以的。穿着带标签的衣服不礼貌。小小。少爷，今天有客人来，已经吩咐下去了。好，少爷，里面请。少爷，夫人请郝小姐客厅里说话。什么意思？需要我回避是吧？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，如果遇到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，就假装嗜睡，做还阴出气的样子。你这么坑自己的亲妈真的好吗？你好好表现，否则……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就是个老太太吗？请。迟墨的妈妈长什么样呢？一定很雍容华贵吧，否则也生不出迟墨那样的霸道总裁。但一定也很难缠，像韩剧里的那种。夫人，郝小姐到了。郝小姐是吧？坐吧。您好，迟伯母。看来面瘫这一点，迟墨也遗传到了。郝小姐，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吧，你配不上我儿子。哼，这么直接？你就开个价吧，要多少钱？不是迟伯母，我想您误会了。你跟我儿子在一起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的情况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说吧，要多少钱？你才肯离开我儿子？100万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500万。干脆1000万吧。从今以后，你要跟迟墨一刀两断。啊，这么多个零！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。不过迟伯母，您太看得起我了。我郝聪明从小穷到现在，早就习惯了。即便你给我这么多的钱，我也会把它捐给慈善机构，替您行善积德。我跟迟墨之间的爱情是无价的，不管您给我多少的钱，都无法动摇我跟他之间纯粹的爱情。
郝小姐，郝小姐，夫人在等你，里边请。好。这就是迟梦的妈妈，跟脑补的完全不一样，这就是老太太中的奇葩啊！你好，你看我，迟夫人。我呢，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，但又不方便出门跟那些老头老太太一起跳，就在家里偶尔跳一跳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来来来，快请坐。来，请坐。吃葡萄。谢谢。我说墨儿最近怎么总不回家？原来是有女朋友了。有女朋友好啊。自从3年前他跟宝珠分手，就一直没见他再交过女朋友。为此啊，我都愁死了。这么接地气的老太太，看起来应该不是很难缠。好聪明，你真幸运。那个迟夫人，别那么客气，叫我伯母啊。伯母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郝聪明，伯母你叫我聪明就可以了。好聪明，名字啊挺有意思的。唉，可惜呀。怎么啦，伯母？可惜你这么好的一个孩子，我家木儿却实在是不能跟你在一起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，伯母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我们迟家看起来是家大业大，墨儿在生意场上也是一帆风顺。其实，自从3年前他父亲过世之后，迟氏集团内部就不断的出现危机。以前还有宝珠和他的郑氏集团帮着迟氏渡过难关。如果宝珠她知道墨儿有了新的女朋友，估计郑氏也会对迟氏放手。到时候啊，压在墨儿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。果真跟那些豪门恩怨的网文里写的一样，有钱人的人生不自由，连结婚都不能随自己的心愿。聪明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我也很希望看到墨儿能跟你在一起，毕竟墨儿她是真心喜欢你。但墨儿身上有迟氏的担子，关系到所有迟氏员工的生计问题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伯母，其实我跟迟墨有孩子在那边。难不成他在装孕吐？哼，就这演技，50块钱一个盒饭，打发了。活过来了。我见到那个叫郝聪明的了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她是我女朋友，也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。还有，我已经把她肚子搞大了。你以为随便找个临时演员来演场戏就对付得了你妈了？让她回去再练几年演技吧。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你应该继续跟宝珠在一起。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我跟她没有任何感情，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下去。郑氏和迟氏之间的利益关系，你不是不清楚。你要是不处理好跟宝珠之间的关系，整个迟氏都会被你给拖垮的。回头把那个郝聪明给打发了，去找宝珠。我做不到。你
你们两个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莫儿好久没回来看我了，我们有很多话要聊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不能留你吃饭了，找人把他送回去。啊，可是我还没……请吧。我还没吃饭呢。哦，我的包。好聪明啊，好聪明！你脑子是不是瓦特了？花了4000多块钱就买了这样一条白裙子。4000多，你一整年买衣服的钱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多啊！好聪明啊，好聪明！我看你干脆改名叫好白痴算了。4000多块钱，就为了陪迟墨演一场戏，还把自己塑造成穷酸拜金、未婚先孕的形象。问题是人家迟墨根本就不 care 好吗？您的卡片消费人民币4380元已退还。我退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啦？哎，这个上面的钱你是不是已经……这个品牌是我们迟氏集团代理的，这条裙子当然我送给你，钱已经退给你了吧？还真的是，那我就缺之不恭啦。想不到你这坨大冰山偶尔也会冒出点人情味，真是100年难得一见的情景。哎，谢谢啦。你不用客气，今天你表演的这么卖力，送你一条裙子当酬劳也是应当的。难得送别人个东西，还表现那么臭屁。你不用想太多，我们之间只不过是单纯的交易，你帮我忙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谁想多啊？不就是多说2句，给你个台阶下。我看你干脆不要叫迟墨，改名叫迟钝算了，一点眼力见没有。我好聪明，发誓，以后我要是再给迟墨好脸色看，我就连好白痴都不叫，我干脆砍掉一个字，我叫好蠢。小小，果然是他。喂，小小是你吗？小小，小小他怎么不说话呢？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喂，等一下，我有事情问你。哎，我上班要迟到了，你有什么事晚上再说吧。就是你之前跟我说的，你那个男朋友，就是长得像我的那个人，你能给我多说点他的事情吗？比如
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们什么时候开始？原来你是想要这个啊！迟墨这个家伙不会是真的爱上我了吧？打住打住，好蠢！你还被他欺负的不够吗？那我就说啦，我们家小小不光人长得帅，而且对人也很好，很有礼貌，充满自由不羁的情怀，非常的有才华，而且他对人很亲切热情。要说到他的优点，真是3天3夜都说不完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就是跟你这坨冰山完全不同。完全不同？嗯。怎么了？一大早上神神叨叨的。要是没别的事，我上班去了。嗯。是。就迟大爷你这臭屁德行，还想跟我们家小小比？哼。小小，你去哪儿了？好久都没有见到你。精神科？迟墨来精神科做什么？精神科？迟墨来精神科做什么？他叫宋小小。如果你要控制你的亚人格，首先你得想一想，他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下出现？有几次是有流星雨的。第二种人格的出现都会有一定的条件。每次你作为主人格醒过来的时候，会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？我实在是想不起来。我们换一种方式，大概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症状的，而在这个之前遭受过什么沉重的打击没有？我3年前遇见过一场车祸，在那场车祸中，我父亲去世了，但是具体的细节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。我只是记得我的父亲死了，其他的。我要跟你分手，我要跟你分开，你让开！宝珠，宝珠，宝珠！看来这个就是导致你精神分裂的一个导火索了。这样吧，我再另外给你开一些药物，应该可以有效的帮你抑制第二种人格。抑制什么？你的亚人格呀。不过，用药物来控制的话，只能是暂时的，无法彻底根除，而且依赖药物会有一定的副作用，比如第二种人格被压抑的太久，可能会通过其他途径来爆发出来。就目前来说，你跟他的相处还是在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下。一旦让他知道了你已经开始做治疗去抑制他，让他感受到自己受到威胁，也许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好说话了。哦，这样啊。迟墨，迟墨，就凭你也想关注我？我要是任你摆布的话，
我就不叫宋小小了。最近怎么无精打采？失恋了？跟失恋也差不多了。我男朋友已经消失好几天了。该不会出什么意外？哎，你别吓唬我。我认真的，一个大活人，白白的消失好几天，不是出事了，就是外面有别的女人。别的女人？小小会有别的女人？不能够吧？男人靠得住，母猪都上树。你下次要是见到他，可得好好问问他这几天去了哪儿，做了些什么。都说女人在恋爱中的智商为0，但是，一旦碰到男朋友出轨、劈腿这些破事儿，瞬间变身福尔摩斯。你也想感受一下自己智商爆表的时刻呗？不要不要，我才不想有这种体验呢。我宁愿做一个享受恋爱的笨蛋小女人。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可是小小啊，为什么你总是这样，突然就不见了呢？迟默啊，迟默，我告诉你，为了聪明，我也不会输给你。你这么对我，这种东西我才不需要。迟默，你送给我一个大礼，我该怎么报答您？Hello。喂，老板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你忘了你今天约了全体股东召开董事大会吗？是吗？有这种事儿？所有的股东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你快点过来，我已经顶不住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听你说，石墨那小子什么时候到？请大家不要着急，石总他因为有一点事在路上耽搁了。你告诉他啊，最多再等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以后他还不到，这项提案我们就自行决议了。请大家稍安勿躁，石总他马上就到了。这也太不像话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打个电话也行，那不是多小的时间。太不像话了，到现在都没到。就是啊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。秦秘书，你告诉他啊，不必来了，这项提案我们股东会自行决策了。是吗？看样子我不该来啊。老板，你终于来了。石墨啊，你到的可够早的。本来呢，我想用这次迟到来表明我的立场，很可惜啊，你们一个都没有察觉出来。什么立场？就是你们所提的方案，我表示否决。什么？你否决我们的提案？想当初你父亲在的时候，对我们的提案都是认真考虑接纳的。你这么个毛头小子，现在倒敢在我们面前专横决断了。张总啊，这话我完完整整还给你，专横决断。如果对池氏有利的项目，我举双手双脚赞成。可是张总你私自挪用池氏公款，在外面注册空壳公司，所以你们的提案，我不得不考虑一下呀。你，小莫，你这样就不对。张总，哎，甄总，我还没说你呢。去年仓库着火，事后我找人调查，那火是有人故意放的。之前因为你的错误决断，商品货物积压，那一场大火呀，不仅解决了你的困难，而且还让你意外得到了一笔保险赔偿。哎，甄总，你有没有去还愿啊？你这话的意思
是怀疑我自己放的火吗？没有，我怎么能怀疑你呢？我只是想告诉在座的某几位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们干的那档子烂事儿，我这儿记得一清二楚。什么指桑骂槐的，在我这儿不好用。疯了疯了疯了，这该怎么收场？现在我宣布，散会。什么？嘿，老板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现在这个提案到底该怎么办了？请大家稍安勿躁，明天池总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答复的。出去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之前不是在跟赵医生讨论病情的吗？这不是我内部手机啊。这是我第一次跟你面对面谈话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被自己的脸吓到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干了一件非常爽的事情。我把董事会那帮老狐狸的嘴脸，一张一张全部撕了下来。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好莱坞大片一样，好精彩。当然。我也很期待你的反应。跟他们相比，我觉得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不用谢我，这就当我送给想让我消失的人第一份谢礼。我不只知道你找医生去治疗，企图让我消失，我还知道你在调查3年前车祸的事情。想不想知道父亲车祸的内幕啊？本来我这里有一些线索跟资料想给你，但是我现在很不开心。告诉我，如果你想让宋小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好啊，那这里的记忆跟资料也就会消失。孰轻孰重？你自己掂量清楚。还有，我不喜欢别人威胁我。如果你想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我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步履艰难。这是我对你的警告。警告。石墨呢？警告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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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警告我！警告！石墨，出去，不要来烦我！你出去，出去！我没想来烦你，我是来通知你，股东们决定重开股东大会，会议的主题就是罢免你这个董事长职务。你说什么？
你今天在股东大会上太过火了，像是变了个人一样。变了个人，变了。现在只有我可以帮你了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和我结婚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既然是我自己捅下了篓子，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。你是在拒绝我吗？都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不让我帮你？郑宝珠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心实意的帮我，我迟默感谢你一辈子。但是我不接受威胁。如果你想利用这次迟氏的危机来跟我谈条件，对不起，我不吃这套。迟默，你有种！你3番4次的打我的脸，明天我倒要看一下那帮老头怎么弄你下台。我郑宝珠不会再帮你说一句话的。张总，甄总，昨天的事情实在不好意思，但是我想请二位理解我一下，我的本意并不是想让二位难堪。不敢当啊，迟总，我们的事儿你不是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吗？如果你向公检法机关检举我们俩还能这么安稳地坐在这儿啊？是啊，我们怎么敢让迟大董事长屈尊向我们道歉呢？二位的意思就是还在怪我了。金秘书，这是我调查二位的资料档案，但是我现在想还给你们。二位都是迟氏的元老，我接手迟氏不过才3年，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二位学习。二位的手段，在这些大案带里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。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还给你们，是想和你们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。我向你们保证，这些档案袋里的东西，我绝对不会向第3个人提起。我只是希望二位不要把昨天的事情放在心上。你不会还留有一份存档吧？绝对不会。二位是迟氏的左膀右臂，像这种自断膀臂、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行为，我是绝对不会做的。姑且相信的意思。那一会儿的股东大会，二位该怎么做，明白了吗？今天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那我现在就宣布散会。谁说没事了？下面我们来选举新的董事长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错，选举新的董事长。一群过河拆桥的东西。迟总，您秋后算账的本事，我可不想再经历第2次了。
下面发放会议章程吧。大家按照章程上的候选人来进行投票。老板，根据股权比例，您和张总平票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静观其变，我不可能轻易的把池氏让给别人。 现在是不是只剩我的投票了？石墨，你要和我说些什么吗？我没什么要跟你说。老板，都到这个节骨眼了，你……这最后一票，我投给石墨。 郑小姐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我当然想清楚了，石墨绝对有能力经营好池氏集团，我郑宝珠相信他。